喂，电器是看 YouTube 也有气吗？要不要？不用，也不用你。不用吗？这个我好想要。返回来。讲这个好不好？用个沙喽。谢谢，没想到重复这么高。怎么了吗？是2个耶，录不下去了吗？因为我们刚备案只有1个。两位姐姐最厉害的향數的菜係嘛㗎？米珍靜雅係嘛？愛親會煮啊，我別亂煮啊。他現在其實不是在做食物，他在作畫。你說的。櫻桃要做乜嘅？裝飾的。好裝飾的啦。好高級的裝飾品哦，有滿意嗎？有。然後冇卡子多的有槍嗎？有。他說得幾禮拜也穿的哈，每日一次穿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是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白跳。今日咧轉到我嘅故鄉苗栗，係個喺苗栗市哦。你將我從細睇嘅時候睇。哎，讓亞福卡凍券啊。哎呀，不過要特別。下班直接回你家。今天沒有。要特別提倡抱歉一下，因為呢，剛才你錄之前人講到苗栗。給客家話係講吸煙的啦。哦，吸煙哦，清後堂。你這麼有魅力，哎，常常會被你拉走。這句話確實是不錯。我真的，我5年來講的最大的訪料啦。訪發。因為另一片嘅內邊主要講吸煙，應該係講苗栗嘅吸煙哦。哦，水好燙哦。嗯，真嘅。而且今天我讓你講哦，所有嘅內邊哦，非常熱情，上班很記得咯，有一部叫佢當大家填落來。哦，本睇個豬盤啊！總共已經呢，苗栗嘅鄉親朋友全部都懂答先，都係今日就咁樣帶來嘛料理呢，先來分享到你苗栗來嘅太重普司啊，子亮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子亮。阿亮哥好。再過來分享到係大範村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大範村。小戴師傅好。要說什麼？小範，因為想嚟食盤啊，唔需要咧。哎呀，可惜咯。好，再後來呢，來分享到風吹嘅鹹水仔，你係兩位表姊妹嘅來自苗栗市哦。分享到米珍記、老牛腩記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好，來看一下咱水里一片，你係強壯來自苗栗市嘅竹筍檔，記得係劉顯教老汪仁娟。大家好。歡迎。哇，姐姐，按還有上順呢就按台誒。係啊。哇，很好命哦。哦，先來講下風吹，兩位姐姐而家都係苗栗市人係嘛？係。係咪苗栗市嘅呢？請教一下都係苗栗啦，你會推薦嘛個好高好食好料誒？好食嘅話，我就推薦嘅都嘅以前都嘅有個阿呆鳥嘅哦，這個麻醬麵可以差唔多有20人嘅誒，佢個麵係用。即個手工去做嘅啊，啊個料嘅嘛做到當好食啦。係啊，咁也是要當 QQ 啊。哦，我係冇食意思講嘅，好多人跟我推薦。咱水里一票推薦咩強壯係食嘅東西，美食推薦。給那個介紹那個江馬潭，勇馬潭。就是點。我特殊時間東家去食啊，它排骨飯50元零，50元，50啊，都在爆邊邊。有排骨，還有盤，還有配菜。哎，苗栗市呢有青島嘅米色了，有上時候真係離家裡面最近的你最不知道，因為都轉到不卡來食咧。好，今日呢推薦2間米色，睇起來200來到苗栗市世界，做得一次吃困難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特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蛋托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點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來吃好菜咯。好，越多位呢，我來打開你家之主嘅冰箱誒，都帶最近呢，你公眾人員有存乜嘅食材？咩啊？誒，有乜嘅喜食？係啊，都有地度。大家你本大家看下，基本嘅食材有哪道咧？哦，那最好食蓋排啊，雞排、腰菜耶。而且這個我跟你講，那個網絡啊、網絡記得去統計講吼。便當店最雷的菜色哦！哦，真的哦，吊菜哦，因為佢看相冇安好，對，賣相冇安好，但是它在料理口內會還好啦，然後滷味嘛，菜，然後這個小香腸，這個煮火鍋煮豆腐血，那上來糯米醬，
要马卵呐。哦，这个来，我觉得我也先起学看又痛也又气嘛，要不要？也不用你。不用吗？对。这个我好想要，等一下讲这个好不好？要比赛了。赢这个哦，3分哦哈。那我们等下赢的话就先拿那个。就算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等下哈港英最好吃的板蘸。好。哦，等下哈港咸菜，然后这个是小鱼干，还有头蟹哈。好。有辣椒不辣的哈。好，马上艾丽先来分吹讨论一下喽。皮蛋啊，做煎炒过的，留个雕出来个小鱼干，青龙安尼卤用下。对，我身上的免得几下就等下艾丽按嘛改改。哎呀，吃完有以后。哎呀，雕出来。我说你一开始我先拿，迄个T帮赢的话，5部的我先拿。对，各位马乱先拿，因为5部诶，当家会不应该选择。我选不选择？刚刚看到很多的食材哈，有没有哪一项食材自己比较喜欢？我是生鱼片啊，生鱼片，我也是。真的吗？确定？不是为了屈就我？上好哦，上有满足哦。因为我想讲3分哦，它直接生吃或者是再来料理，其实都还不错。不过该会注意哦，该盘不会太硬，煮的时要注意点。莫同硬因为细，但是它的酸味有关系。加热过后酸味会比较淡。好。皮蛋啦，皮蛋，或者还跟拿雕出来个青龙啊。加油呀！加油！第二个嘞？第二个小鱼干，就是跟着那个炒饭，就是有点 SO 的概念。好，那还有2个，糯米椒吗？鸡排，双主菜的概念。鸡排煎加热，然后辣椒切，好当那个。那最后一个茄子的部分，我们会想说跟着那个星星肠很红哎。没有，那不然星星肠当我们的备案。有比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手给我，来数到3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好，等下呢，利用资源力，马上先来猜拳，看下给听素养那组先来线喽。好，我排出去不会退掉。牛腩鸡毛先来好吗？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来，福建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好像没有重复。真的吗？好，我们来先选2项，海参先来选。耶！这个。好，左对吗？来2号。那个还我。你要哪一个？青龙。你要这个青龙，那我们给他这个。哦，没有了。妈，他走在选2号，反一6来选，可能你们也抢到我们的。牛腩鸡。电梯转来。马盖。啊，哎，谢谢。等你哦，然后来。第1 round，第2回合，来。靠你了。剪刀石头布啊！耶！不要！用个手。谢谢，没想到重复的这么高，怎么了吗？是2个耶，录不下去了吗？因为我们刚备案只有1个。叶君某上关啦。怕不怕？阿婆青菜煮面好吃。哎，切得很长。你有选板蘸哦。然后再来一个。这个好了，你们是不是做4道菜啊？你是选喜欢吃的，还是你有想法组合的想法？你们刚才没有讨论吗？哎，都在那里了，都在那里。还是呢？好啦，睇起来都是好食材，应该做对啦哈。我想讲啦，冇乜嘅黑没有你的姐姐做唔出来料理 ，OK？ 上心去干，马上出来进行体育馆嘅挑战。好，两嘴呢都已经选好自家嘅食材嘅，都大家都有想法冇呢？想我们看下风吹姐姐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好，来感觉一下蓝嘴的鸦片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好，加油！两嘴都已经准备好晒，现场马上来到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开始做嘞！哦，哇！2片手都嘅食材哦，你4项都系你都要爱嘅。
没有，其实那个糯米酒本身很厉害。不过四句几红走的用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葱鹅来起头呀。我们觉得我们很 OK 啊，对啊，我们比较担心。但我们直接改菜色了，先看一下它的风水好嘞。姐姐，你要用来做嘞？乱要选炸锅。哦。放心，我们姐姐懂有上法令啊，先来抢高一下。因为跟马乱底都不爷爷，你要先通过安用的冇？用油炸，这只泡係冇？粉嚟啦，係用。係我高粉嚟泡安呢。姐姐，你用啥油乜嘢係做一個做賣食咧冇？賣食咧冇，反正不，那其中一用啥就叫熟面呢？有條熟面啊。有冇？建議咧，人家就去投為釀料。東東烏龍。對。開始烏龍了，開始了。唔過送把米蒸雞有來冇？有，沒有去釀料嗎？有。哦，仲係最高嘅咋？哦，哇！釀料水係沒殺下來，幾時都會輪着來。因為你上班唔就講硬難豆，你做啲粉就好凍凍啲啦。一季都可以，那個跟釀乜嘢嘛嗬？新票有冇按好啊？這品類點樣？叫你咩擺節？也太好了吧！當時看到新票老乾用咁清好，點東西前面了。然後，姐姐，我建議你還不要開，因為現在會出事。那麼你還好，你跟馬倫按牛片呢？你還要給我切卡西的會嗎？怎麼 Q 我片呢？你們最後這個要幹嘛的？擺帶下。我不帶下哎。等一下你要開了是不是？那我先走了。水蒸氣滴回去啊！你確定？哎，你這個水不能再流回去，那個水不能再流。溫度有夠嗎？它應該會貴啲一截。姐姐，我知道了，還是叫你那張來過來炸。中的啦。兩位姐姐最厲害的香酥的菜係乜嘅？米蒸雞娘係嘛？愛青我煮的啊，我別亂煮啊。要懂炸班呢，那說懂好事。這個煮來這個我弄啊。我吃的是1磅呢，1磅哈。溫度有夠嗎？它應該會貴啲一截。姐姐，我知道了，還是叫你那張來過來炸。中的啦。好啦，每你前個禮打個都轉來哈。哦，哎，你兩片係國片賀歲片呢？炸團圓啊！哎，炸團圓。炸湯圓。哎，馬上想到啊！我目前的計劃呢，就是鮭魚炒飯。哦。鮭魚炒飯，然後以客家的湯圓做點綴。哦，做擺盤。哎。不是你平常有都會料理嗎？阿婆是主廚。哎，都哪家串燙哦？家裡私家哇，私廚誒，對啊。今日有冇按有錢萬人來報名誒？同阿婆。哦。我去年有來參加過。魔怪，可能因為熟年，那這次怎麼會想說帶燕君 Q 他來啊？我想今次參加呢節目就帶佢來參加。還是他有別的目的？有要徵友要嗎？幹麼？沒有。哦，好啦，先講轉來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就桂個三分魚吼，切到豬豬，先拿來過所以你要把我最愛的生魚片煸熟，但是剛剛師傅們就講到，該盤係就都蒜，所以不會很硬。那我們的調味上，可能要有一點點水分的，讓它去炒，比較不會。那這樣會軟，一點點會，冇聽到都會。好。所以等一下轉落去時間，看呢啲落去炒盤，好。好，等下嗰度進來哦。這邊應該炸好了哈。你片就安全的嗎？安全的，馬倫，好漂亮哦！警報解除，真的解除了。這是2級警戒還是3級警戒？哎呦，sorry。而家唔會食嘅啊，當碗呢？你都跟下去取血了醬嗎？會凍爛嗎？它的辣度有試過嗎？都是油。哦，對，那個辣油精華，對，姐姐你懂吃哎。啊，你用啥？兩位姐姐最厲害的香酥的菜係乜嘅？米蒸雞娘係嘛？什麼意思？是問到不該問的問題。沒做出來鮮豔的，是的呀，給做青炸麵啦。當然係啦。係呀。
爱青我煮的啊，我别乱煮啊。哦，我是稍微爱去看难食哦，所有的菜都蓝看下。哎，当然轻巧，无菜单料理，这就是新兵黑暗料理，无菜单料理。对，我幻想那个不用那么早开吧？我幻想，因为葱了葱香水了落去了。记得我们是什么？黑暗料理。然后要不要海一炒啊？吃哦，我记得野香油拿到吃，太多了。还有米酒汤，对吗？这边再加了。頭樹炒過以後會凍香。有米酒，要頭油來，頭油。不要太焦哦。好來。幽蘭姐，我講真嘅，而係咩都會青菜㗎。運動黑。你節目真的是有非常高的教學價值，請大家要認真看廚師煮菜那一部分。寓教於樂。對，就懂得給記好了。因為愛黑我被料理，所以這個最後放，因為已經難的沒熟誒，要注意。沒，我現在可以的。差不多嘅，哦，所以而家片應該差唔多嘅。佢今日擺要當家，不要下。所以人家都老擺盤，不用都考慮地度哦。那姐姐，你們要不要切一點比較新鮮的蔥花？現在有了，你洗我。那雞排唔是本日種係嗎？係啊。你本身就有嘅米味流過去，你說對嗎？好啊，剛才你選過你當然吃塊就行。好，一定要開心哦。好，一定要開心。爽。哦，開始要炒盤呢。好重視。鮭魚先下去是對的嘛，對不對？所以問一下彥君，你等一下該盤哈，你要怎麼讓它的味道比較接近炒飯？電腦不會涮那樣。我会尽量加一点像酱油啊，传统的味道。压过它。但是也不能太多，不然那个煮出来就变稀饭了，烩饭。你口内馅为直接下吗？可以直接炒。反正锅子又拉台啊，够大。我们的饭就这样而已吗？饭真的对啊，三月冇嘢係跟你弟弟就是系列今年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该3分哦打白肉去爽也哦，身价直接爆？用那个不会啊，不会啊。熟的油脂比散的油脂的香气more重要。我们抽到的卤味啊，金黑走配菜婷婷，它就是把它切进去，变成这种料，超盘的料。彥君可以来动厉害哦，而且有一点微锅刀工全冻红，切都冻油诶。马上切嘞，彥君切嘞啊。哦。但彥君要小心，快变锅巴饭了哈。而且你看，它是加在锅上，炒盘水加啊。这个是不是要炒到每一颗上色啊？对。好啦，茉莉先來倒水咯，吼。好，加油加油。現場馬上開始倒水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啦。鐵管你有卡米時卡針掉咧。兩組的姐姐參賽者全部當地好用，看呐都變相地都擘開菜，都做得變脆出新料理。先來試試看呐，風吹嘅菜色。哦，希望唔係全件嘅黑暗料理哦。唔咩呐。哦。跟小鱼干讲吼，真正系灵魂呢。对，而且刚刚因为那个雕出来的度本身就有落去切点菜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切点菜。不说刚刚落去呢，你那天香过后，米头还可以有层次。两位姐姐吃牛板，哎呀，懂茶饭呢。还说懂好食，这个是这个好弄啊。米珍记做得吗？超好吃吗？我吃的是1级棒呢，1级棒哈。哎，提示到，因为我们有找到那个关键灵魂呐。对。不哎。它有个种就现炒过，真嘅冇对，真嘅很厉害。我看一下蓝水两片，对，记得评价很牛板。你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？他炒的茄子跟小鱼干刚好懂合适。太鹹調味啦。因為佢本身嘅調出來，它已經是有調過味，可能係3杯嘛，所以本身係凍鹹嘅。好，但是現在呢，我們要來試試看，就是藍水梨片用完全沒自家想嘅食材做出來嘅嘅料理，又好食嗎？這個係尼基里炒飯，用尼基里哎呀，原本的醋握壽司，好吃哦。咱其實白雪都用醋飯做嘅炒飯。因為醋飯佢本身它有個 QQ 嘅口感，非常嘅好食。
姐姐做牛板吗？东乡哈，嘿，东乡。你本身这边握寿司你给你呢？个生鱼片嗰种安尼味道，哎呦，有会超越东乡的味道。就唯一可以点特色版的啦。那本来是按了一号，师傅按一号，因为总共只有4个尼基利，要换成8个人吃的。一撒半两。你这记做对冇？沾到哦，面对有样沾到呢。好，来谈看一下蓝水的一片对切价的评价，完全出乎我自己的是好的嘛？意料啊，非常好啊。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食材要怎么组合。刚刚焦头烂额，你知道？因为老实讲，我也给做出的当好色哈。老实讲哈，记得改下手做，挨那个上的食材以后哈，我们其实有点兵荒马乱，有点自乱阵脚了。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有点请才求贤款，就是选什么再来想。是，没错。你做的老所有现新嘅食材变做另外一种料理啊，点到很好食的，我到底是否用慢上咧，加加来看哦。金钟六都带师傅的上班很用班呢，请请阿志亮师傅抢分数。耶！恭喜分！大家来看一下两片嘅小戴师傅请给分数。蓝水的分，一罐香油。志亮师傅抢公平。风吹那片哈，风吹那片整体搭配拢倒好，但是我吃到的第一就会。那个酱汁有呛少些，我加一些水落去啊，鸡排可以浇到酱汁以外，所以里面唔会按咸。但是你整体搭配香土啊、米丝啊，全部都做得到好，所以我现在风吹。蓝吹那边呢，当有创意，我讲嘢建议啊哈，可以变一些的盐，都翻地方做好以后再下去炒。因为盐可以加酸，所以就唔会只有酸老甜，会有些咸甜的，你是会较好。我再来呢，你变一些米酒。用虾一些就好诶，米酒老酸汁没会综合，讲嘢嘅饭会粒粒分明，各位会较 Q。谢谢，跟讲嘢建议。好，换小戴师傅的公平。那个风吹了，该有一点点强咸，捞一点水，半日结合到，该拎到该鸡排蛋糕，该一坨出等于全部融合地步度。了因为该醋饭拄好捞鲑鱼。因为鲑鱼该油很多，拄好度的醋饭会解腻好过，当然不了了。好了，两嘴做出来料理呢，看起来师傅都知道，以后是你看冇简单的做到冰箱地度的呀的，本身冇相关的食材变出两出新的菜色。我上下轮呢，睇起来先去看一下，来看一下今日啊，志亮师傅带来乜嘅料理，我来老太起嘅分享呢。师傅出台菜。好，今日呢，我到嘅係啊，你志亮師傅嚟帶出料理老太家分享，菜名係乜嘅？魚兒水中游，魚兒水中游。好，好，要一定要當太力來傾哈。好，那我幫忙你聽着。好。最近有什麼怨氣？都做到魚兒身上。他現在其實不是在做食物，他在做畫。你說的。大家獨條蟲啦，哈。好。是吹啦，是吹啦。真簡單介紹食材啦，哈。今日其實我做係做客家水晶餃，然後水晶餃做成一個魚兒的形狀，是像苗栗那麼三角眼那種。但是我把水晶餃做成魚的形狀。主要呢有藤粉、地瓜粉，要火龍果係染色的。做魚的形狀嘅顏色嘅，天然的顏色，嗰也係咩魚兒的木煮啊，也係食用性竹炭粉，嗰個鹹菜，嗰也花枝漿，嗰也乜嘅？也海菜。海菜。也鹹菜，嗰也花枝漿，要爆到魚嘅地方，也可以是先做哈。好，大家看清楚有乜問題真係問哦。大家有學過三角眼啊，三角眼有試過哈，但是自己做過可能就冇了哦。沒有。要成粉和地瓜粉的比例2:1哈。大概係2。成粉2，地瓜粉1，嗰個要一定要少水落去哈，冇滾的水落去做下水晶餃佢唔會翹，都唔會沉啊。然後最後下來搞到了，水的比例是粉的總比例的1:1哈。應該是目視就可以了哈。差唔多啦，那些經驗可以按你出價。
其實冇看清楚，唔看。那緊生來。我一擺兩萬多。其實就對慢慢加啦。1萬多哈。青貨價2多到3多哈。米神記有看到嗎？有。看到有問題要問哦。要一條動態你來傾哈。好，那我幫忙你傾着。好。最近有什麼怨氣？都做到魚兒身上。對，也做一些些。他最近怨氣可大嘍。也一些些。打麻將有輸了。呀，等下要變個木主嘅哈。哦，本可了。木主又安泰啊？不是啊。染色體呢？我有一些咧，等下染入火龍果嘅。哦。係啲。剛才唱係攀冷的天數染色啦啊，這應該只一點點就。哎，做對了，安尼應該就做對了。哎呀，有染木主哈。但是用藥火龍果有隻好處啦，但係整出來色水會當像唔嘅顏色。哦，有問題要問哦。安尼做對啦。哎，做對，用染色就做對。這黑色竹炭粉可以去哪裡買啊？一般那個南北雜貨就有了。哦，我有。南北雜貨就有。五金好就是不能吃的竹炭粉。對。這個是眼睛哈，可以先放着，等下我再來處理一下。羊啊要含出來先拿來切哈，然後絞到要花枝底部的哈，這是阿婆做的啦。我去個阿婆磨的。哦，不過大家做啲上看一下，兩套菜水晶餃嘅地本用為要慳菜咧。放一條，那你還有口感，切。這個可以。哎呀，一般啊，標個花枝醬底部，一般啊標到要糖底部，等下然後煮個糖的哈，然後就開始了做麵團哈。哦，撒一點乾粉，要來捏成長條形哈。因為會做係金魚哈。哎，要咩黑哈，都來做到安尼，要轉開右地位哈，要小金魚啊哈，那就安尼捏成一團一團的。哎，其實也好，就做土筍的叫他做啊。哎，可以老師我跟他。對啊，反正你多嘛該給你就嘛該，然後弄一整就抽哎。抽。這些真的都可以吃嘛，對不對？都全部都是的。對。我以骨種骨瘦搞空啊，種我沒會搞一掉。哦。這個很好玩的東西。哎呀，不規則來標上一哈。是做魚鱗嗎？不是啦，那個。然後我先做米團，也給個麵團出來。哦。變鹽香啊，魚的給個色水本來就不規則哈。對呀。今日就示範先做一隻啦。好。大家看啦哈。你先示範一隻。我先示範一個哈。哎，也個燜，個燕君係嘛？哎。燕君就啲啊，因為個將計就計就會做也個呀。哎，有做水晶餃啊。對呀。哎，很漂亮。對，它有個漸層哎。很漂亮哎。你就會變成一個漸層啦。而且你也可以折雪玲姐最愛的玫瑰花。哎，金妹做在做發哦。對啊。要做馬龍做對啦，就安尼。哦。泡出來就會放下鹽哦。好呀，哈，你就好呀。爆乾還會裂甜。唔會。很多鹹料哦。哎，安尼標上來。我發現你的花枝漿有一點顆粒的。對，有帶顆粒的哈，沖涼都要哈。一片下來裝一下水哈。像爆水餃安尼。哎，這隻安尼，鹽過去，先對折。然後呢？然後這邊壓下去。哦，因為魚的尾巴嗎？哎。哦。魚的尾巴就出來了。有哎。哎，很厲害耶。染起來，哎，染起來。哦。哎，都五個。真勁懂講哎。啊，一片那裡裝到水哈。這小朋友一定懂好色。對呀，然後可以去凍控鉗，它不是用食用色素，它是用火龍果。對，甜控啊。還要頭拿來染起來，一片頭拿就出來誒。眼嘟嘟的啊你，你很用心哎，真的好可愛哦。哇，小朋友會不會把它丟到魚缸裡面？有可能。拿了一條。要吸管來裝下它的魚鱗哈，安尼凍下伊。裝起來哦，破音，好厲害哦，真係懂講因為應該要講對折，可能大家看做上當，我魚鱗做的安用做的很精緻，連魚鱗都有。嗯，對啊，這更厲害。好，呀，你做好哈，一塊嘅咧，硬硬嘅個再凍落去。好可愛，是波妞哎。那你就出來。哦，好可愛，太厲害了。
太厉害了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还有先做起来。哦啊，先做的真的样啊，那你要跳一下吗？做煮羹汤哈。哦。会简单的调味就会哈。好。水晶饺师弟袂拄喊出喊问题，因为从头到尾其实冇乜大调味，做一些胡先生哈，然后要调煮羹哈。这个粉是太白粉，太白粉，一般的太白粉。阿豆哦，可以，好香哦。要这样呢，简单分了一些的，在卤的同时，要海菜就落去哈。那第一做法个咖喱加海菜了，喂，各位都水底部鱼就像鱼都要海菜底。这个很像那种优氧化的那种沼泽啊。海鱼，他现在其实不是在做食物，他在作画。你说的。真劲懂厉害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盛盘了哈。好。哎呀，太用心了。先倒酱吗？唔系先倒一半哈，等鱼的下一张会炒啊。哦。留一些咧，大家来淋跟鱼的哈。非常厉害，大师。哇！严小姐，你没有等我们，你就先画。它打开来了。哇！因为要天然颜色哈，所以整个会给我溜溜推色哈。哦，这个就是火龙果的颜色吗？天然的颜色。好厉害哦！哎呀，真紧做本身的姜阿做给我动听哎。哎，紧紧就都抢开，一都秋水泳哎，很像正在游泳的样子。它这个在蒸的时候有没有要注意的？哎，整它还好，但是一般人就要先整起来，整差不多剩1分钟左右位，1分钟。好，哇，那可以哈。中酱，里面鱼儿水中游。按钮就后塞喽。好，丽自由师傅呢做两个鱼儿水中游哦，本太起个4类过后呢，凡事都能够如鱼得水，太起来吃吃看咯。好，刚刚我皮是本的 Q 以外呢，佢哋都係料有冇？攞啲花枝鹹菜，真件係當 T P Q 咪，兩位姐姐知道咧？那个皮很 Q，啊没我讲下，係啊，當 Q 啦，當 Q 當只嗰個夾嘅糖，因為跟裡面糖子有個海菜咩，對，又跟住有個海鳳嘅嘅米湯。很会形容哦，他有感觉自己像少年派一样吗？在海上是不是讲了一个大家 get 不到？因为金鱼是淡水生物，金鱼都活在地底。我以为是另外一种金鱼。好，来谈一下咱水疗片对4幅疗个小鱼儿水中游举动怎么办？像它那个海菜部分，就是画龙点睛。仿佛就在池塘里面游来游去的。哇！那樱桃黑要做嘛盖？装饰的。好装饰的啦。好高级的装饰品哦。有满意吗？有。然后摩卡子都有枪吗？有。他说的几礼拜要穿的哈，应该要一起穿。好，问一下师傅，小戴师傅，你觉得这一道菜做的怎么样？那个冻梨回色香味俱全，款酱，大概咸脆又有淡雅的味道。爱上这种歌了哈。好啦，你喺做料理呢，讲真也冇简单哦。可能对啊，起边个面团开始啊，比例抓对了，本身也去跟粘度冇相关，可能叫做马健就做得安呢。好啦，头前呢一毕业，马上就来进行最杯谜语馆嘅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顾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門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心咯！兩下馬上來進行最杯謎語館嘅故事，貼片見中，到底兩組要拿出乜嘅秘密武器呢？風吹。好好小給一下，藍鋪子，我跟你說，這不是一般藍鋪子，幾樣來嘅？係美珍姐姐自己家種嘅，嗰個自己家做嘅，算一條龍。細種哦，有小樹苗，都變到太頭嘅樹誒，而且睇起來啲嘅藍鋪子係講我老幾用嘅吧？
我老去站台，对不对？嘿，记下来，猪排记下来，对，所以这个是灵魂呐，哈。应该讲5季以内，冻勺用英带蓝铺子来做，好蓝铺子哦。系啊，哎，那很好，煮汤啊、炒菜啊都冻适合。好，啊，最不名用跟蓝铺子的作为料理菜肴的嘛，该。蓝铺子海陆开船，海陆大餐哦，哇，一听到猛拍，来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来看一下蓝子的一片係咪凍厲害？今日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鹹菜。哇，先確定也不是剛剛第一關冰箱沒選到的，也不是志龍哥的。鹹椒姐，加州啊！哇，今日那裡鹹菜又做個料理全面按到乜嘅？鹹菜鹽爆。鹹菜鹽爆。今日最尾一關嘅吼，讓阿婆強效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啦，嚟拼一下咯！馬上嚟倒3、2、1，唱開始。哦，兩組真嘅嚟拼落來嘅吼。緊呢。所以喺看個人哋用按到幾個節目，好能發現到，他趕緊呢經典的一些靈魂食材這些，可是其實做編出一聲音就做唔會睇得出來噻。這是什麼厲害的地方？自己好少看到呢。藍鋪子哦，來賓啦。因為呢可能。我之前做嘅卡頭都南鋪，對不對？南鋪卡頭。哦，好，你看一下。好，好，今日要做乜嘅海陸大餐呢？藍鋪子誒。好，我知。重生菜名嘅部分。係啊。一條蟲嘅生嘅話係自家種嘅嘛？蟲嘅係。小黃瓜你還蠻大。哦。所以買嘅。跟人嘅蟲嘅種都很強。對，好肥哦。對啊。哦，先問一下，你今日做嘅海陸大餐，海係哪家部分？啊，陸係哪家部分？海小館啊，陸嘅話都豬肉。還有那一碗細碗係乜嘅？這個，這是香油啦，配一下而已啦。香油。應該海陸大餐是繞破布子甜。哎呀，講，用給迄爐。有點尖誒。尖嘅藍鋪子天天啊，冇其他嘅。今年嘅主題嘅口味就係有藍鋪子，超。最一般嘅藍鋪子唔是夠挑梅，加有鹹嘅，有鹹嘅。好，你等下個倒進來啊，好，等下倒進。啊，較睇啲啊，較睇。哇，大家大家都看一下兩片，真的是在蒸油呢，你看。哇，怎麼那麼帥氣呀？大廚來了。帥的大男孩。建軍今年幾多年？沒有看抖音啊。 84年次的，84年的，比我還細呢，剛才差不多。我沒有要接哦，應該係西元。所以兩道菜，跟他講嘅係做鹹菜煙煲，我們來揭曉一下，個煙煲係乜嘅？水餃啊，水餃。哦，所以也是現場弄做皮嗎？沒有啦，那個辣椒味。 好可愛哦！對，你要誰叫從電農種自己種的呀？對啊，這全部都自己種的。很香哦！這個菜是，這個不是發工嗎？我很冷。這個也是自己做的。哦，要泡菜，自己做的哦。泡菜。咁個要買用櫻桃啊？那櫻桃要做乜嘅？都裝飾的。哦，裝飾的啦。好高級的裝飾品哦。哦，對。哦，它牛就厚哎，元寶就出來了。這元寶啊。嗯。 即阿姐，你爆水餃，你有爆到安家啦？當素素誒，當素素誒啊！有一片要炒乜嘅呀？要炒菜筍。哦，炒菜筍。菜筍嚟當好食咧。我就做咩果樹誒？好，你等下個倒進來哦，哈！加油！好。哇，好大卷哦！哇，凍點咧！我家下看嘢先入狗，所以叫石木。 又都會嗡嗡。你按做嘛有葵泡，要冇葵泡做嘛？有。好。我不能太大，太大等一下它會它會老的不好吃。哦。太大火了。哦。給它輕輕的鬆，哎呀，然後你加點水下去。所以兩道菜完全嘅主味，它的主味就是藍鋪子甜甜。對。會需要調湯啊、調酒啊、其他的嗎？不用。米是有出來的啊，藍鋪子的米香誒。好的。 這個好了，哎，一下就好了哦。這個好了哈。可是你要撈幾分香它嘛？要嘛哈。好，今日特別差唔多誒。
加油咯！我先吃米头哦，哈。好。姐姐，我知道。哇！哦，好漂亮哦！还好我跟你有默契。元宝的水饺诶，赞。应该水饺真看得懂店。看起来真是农村元宝诶。你喺咩之前有开水饺的店？30年的。对吗？哦，真的有。就难怪魔乖。很厉害，魔乖你包的水饺很漂亮。真的懂店，有酱，有孙树。那后来永远冇走了嘞。小孩子长大了。不要在台北，就回来苗栗啊！哦，米酒来，是是嘞。所以你看阿姐根本是那去30年的功夫来比赛。那真的嘿。30年水饺店。不过我挨到个宏大医院个长照啊哈。哦。没有做本录音卡是吧？哦。都粉胎啊。他就是单纯这样炒，我们是尬蒜头炒哦。不用。有的，有到甜的。好，今日你食落刀筍咯。好，你家就會爽盤嘅嗬。我們提回張。檢查馬上嚟刀筍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下最背面一罐內部開料理卡針掉呢。兩組呢用自家嘅壓箱寶編出最背面出嚟料理，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一個藍鋪子嘅海陸大餐。我覺得藍鋪子佢本身哦，就只有香梅，嘿，甘梅，鹹甜的感覺很好吃。而且不轉感，你睇到金吉吉誒，前一現金咩嗎？早晨今日。早晨6點。我早上1點鐘啊呢，差唔多半夜啦。有滿意嗎？有。然後冇卡制作嘅有槍嗎？有。拍攝了幾禮拜也穿的哈，也出來。燕君，你覺得2位姐姐怎麼辦？像它的那個海鮮的部分，不會燙得太老。鹹椒姐，你覺得嘞？口味不錯啦，口味還好。那你聞到了炒菜嗎？比較少。所以每棟小安用選。覺得也不錯。對。但最不錯的是哪一道？元寶。好，大家都是鹹菜元寶。那個凍碰牌呢？燕君的香脆超濃厚哦，脆水超濃厚。哇，人家水餃今天已經有30年的功力，真的就是外面的小吃店嗰種水餃，非常好食。因為佢皮肉凍 Q 彈之外，啲味就會料比例咪做到嘟嘟好。當好食。姐姐做用吧。所以個因為水餃，鐵板是用鹹菜醃嘅料誒。所以啲擺有得帶酸的啊，一幾油膩啦，幾油膩哈，一條擺油都係台北賣水餃呢。米珍記手用辦，食到家嘅香菜呀哈，炒到濃厚，脆順呢，它趕緊真好食。係呀，真嘅濃厚。好，自家撈自家講一下，它的酸菜部分很體現出它的那個主食的味道啦，我覺得很棒啊。冇想到，不過電腦真勁好選，不會違和。鹹椒姐用眼嚟，有降味哈，有咁味有哦，所以你看非常用心。不過到底師傅應用擺到幾天嚟，大家都看。緊張了，師傅呢？我看佢哋上面都會交頭接耳，相干都太娘家山呢。啊，這裡用師傅上好嘅哦。上好嘞。啊，搶分數。哇！咱最熱粉，大家看下最美熱粉小戴師傅。小戴師傅，咱最熱嘞。我們的收官的案情，看心球很多嘅留樣。也係先講風吹鴉片嘅問題哈。既然講山珍海味，兩隻米絲其實冇融合到強下。溫度一個油冇到一系列就好，先幾米嘅落去，跟住煎嘅就將慢一下，先下去火慢，等佢煎2片，唔是擦，了有煎到就好，那個肉泡過肉，再下去從頭到尾太火，變亮多以後將咗下去就直接燒，太火燒，從頭到尾就太火燒，兩樣東西就會融合，這樣會有山珍海味的米線，唔會只有肉係肉，中間係中間的米線，這樣會夾強下啦。有些打爽哈，也係有一些建議。藍水鴉片呢番呢，啲水餃做得當好，我因為所有嘅家伙呢嘅。水餃食起來口感，沙比口感攏當好，嗰個再加上
两个酱料要调得当好，所以我现在难吹，谢谢。好，换小戴师傅的公平。其实那个我反推吃菜店，因为两行梅头是冇合作的，所以有一点点咸，来买俩味，因为拿老无真强动，提140度爆安咸菜，冻清爽，梅头冻好。好了，确实啦，可能师傅正经做讲，你的食材无按好处理。特别海产的部分，我来给把握好，唔怕你够练好了，下一次再来拼季冠军这样子，好吗？好，马上就来颁奖嘞！耶！老朋友们送上一下，按辛苦的吼。好，今日的比赛呢冇咁简单，因为呢看到真人挑战呢，前辈呢我来请变小，后辈呢又拄到好2组全部按厉害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嘛解？没有你基本上无人唔会做菜。系啊。好，成绩已經出來嘅，風吹得到1分，藍吹得到3分，先來恭喜藍吹咯。好，恭喜藍吹，你一擺得到係3000塊嘅加菜機，恭喜恭喜！風吹兩擺得到嘅也是我這一季第一擺看到哦，也嘅係積木收納鍋組，恭喜！哇！你而家在示範俾大家看一下，有冇按照積木咧？看呀，好，做蛋呢，打開了，哇！直接拉起來。而且佢都也嘅都好，這種態都有好。好，你一下來探看一下燕軍啊，對不對？這一次係一位強家來呢，讓大家分享一下。謝謝有這個機會來到這個貴節目，那我也很開心，可以不論是輸贏，我是覺得很開心就對了。好，所以我要問一下阿婆。前條鐵，今日同樣順到強下來哦，有冇感想咧？要不然我帶到我孫那度，都要學習的，樣子是得到呀3000元的獎金，感謝。哦，是夢。恭喜啊！今日能看心球暗號，全程陪着他。係啊，真的我都咁滿意呢。暗號，要不要參與嘅心情，讓班老太太分享一下好嗎？要見走，係我見走真嘅。我要唔識來講咩？學到冇呢？當學教，當事當作業，當作業。要成績哈！大家加油！恭喜哦！過嚟了。嗰時候呢，你大概就講啊，依家製作嘅節目呢，我啷講，正經素養唔係重疊。因為呢，做料理啊，件事情本身就係神奇、又快樂、又分享。嗰時候你係把握到這精髓的話，不管做乜嘅東西，佢就係上癮式嘅料理。係啊，韓國有啲你係來想去來學師傅做嘅那種廚師料理哈，就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。我們知道依家製作等等，你強下來要到位哦。不管做麵線、打豆豉、食好料理，你都做得來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上來了，恭喜！謝謝，讚。